心靈交響曲，一切都交託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箴言16章9節，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，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。箴言被譽為智慧之書，記載了神所賜給所羅門王的智慧。所羅門指出一切智慧從認識耶和華開始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宗教群體裏，如何使真善美顯在神所賜的幸福上。所羅門勸喻信徒要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神，因為人的一切都是在神的看顧與保守，就是心中的謀算，神也是全知曉，得失成敗全都在乎神的引領。人所做的一切要全交託耶和華，唯有神所引領的，對我們才有益處。我們一起同心禱告，我們只作計劃，成就在愛我們的神。我們將一切所需所求都求告神，將生命的路向交託救主耶穌基督的帶領，靜心聆聽聖靈的提醒，才是人生的最穩妥的決定。以上祈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神禱告，阿們。